今日我俾你有3日假期，去澳門，去 Bangkok。對唔住啊，我俾唔到你去，不如你俾3個鐘時間我帶你飛奔去另一個歐洲嘅地方，好唔好？只係需要3個鐘啫，我就可以俾溫暖你啦。俾多10度你夠唔夠？我知我好衰，次次都逼你坐我車，我應承你今次同你坐多啲巴士。都好容易揾嘅，一出到嚟機場呢，過呢條馬路前面綠色嗰架呢，就係機場巴士。今次我哋住呢個聖 Julian 就搭呢架 TD2 或者 TD3都得。啲班次都幾密啊，15分鐘到咧就會有一班車。Malta 咧陽光普照啊，今日。報告下先，依家咧呢度嘅溫度係19度啦，但係出到嚟個太陽曬住，其實感覺似25、6度。咁啊，車到咗啦，呢架 TD3啊，巴士單程咧就係3歐。今次我安排呢間酒店 location 呢，係有馬耳他老懶之稱嘅聖 Julians， 係好出名嘅酒吧遊客區，貪佢交通方便同埋揾食容易。得3日行程，我覺得簡單啲就可以啦，多啲時間 enjoy sunshine 啊嘛。早機出發，11點幾已經去到酒店附近啦，醫一醫個肚先啦。求其揾一間得噶啦，唔需要一定米芝蓮嘅。呢間嘢都已經好鬼好食啊！今次呢，我啊真係大膽啦，3日旅程諗住咁短呢，都冇乜點樣 plan 個行程，就諗住呢，其實喺馬耳他3個灘仔嗰度遊走下呢，都應該 OK 嘅。咁呢3個灘仔咧，大家記住個名啦。呢個馬耳他首都咧就 Valletta， 跟住咧有一個叫 Sliema， 咁我哋住咧就聖 Julians。食飽飽點算呢？唔緊要啦，慢慢行下啦，橫掂都冇行程噶啦。依家咧就由聖 Julians 行去 Sliema。Google Map 咧就話係3公里左右，行咧就要41分鐘。我哋一路行一路睇風景。其實都唔覺啲時間咁快就過咗，沿住個海濱一路行呢，其實見到好多人好 chill，有啲人呢就喺個岸邊嗰度曬太陽，有啲咧直情落埋水添。沿路嗰條海濱長廊呢，有少少美中不足，因為行下呢就斷開咗，又要行翻去啲馬路啊、市區路段。大家都見到啦，其實嗰條路真係勁窄咯。如果對頭有人行過嚟呢，其實都唔係如果，經常都會有人對頭行過嚟啦，咁就要行出馬路。雖然咧未日落，去到個海濱望到個風景真係好舒服，另類感覺。有陣時會諗咧，究竟係你想要一個物質嘅生活啦，一個物質質嘅生活啦，定係一個好普通享受大自然、享受造物主創造奇妙嘅一個生活，我就揀咗啦。你點揀？
今日咧係喺馬耳他行程第2日啦，咁我哋搭巴士就嚟到呢個叫做 Valletta 嘅巴士總站。Valletta 就係馬耳他嘅 capital， 即係首都。咁落到車就見到呢嚿嘢，然之後咧最著名就係有呢個噴泉。噴泉前面呢條街咧叫 Republic Street， 就好多地方行嘅。咁我哋咧就今日一齊 explore 下呢一個嘅首都。上網揾資料去馬耳他有乜嘢玩，通常都建議去 Valletta。馬耳他又稱為地中海嘅心臟，係歐洲同埋亞洲之間嘅橋梁，位置咧係戰略據點，連聖經人物保羅咧都曾經去過。呢度啲建築物咧就好有地中海特色，啡啡黃黃咁樣，加埋咧夏天好少落雨，所以咧雖然好近海，但係咧感覺好 dry 嘅。去到馬耳他首都咧，其中有一樣嘢要做咧，就係搭佢嗰架渡輪。架渡輪咧就好似香港天星小輪由中環去尖沙咀咁樣，搭幾分鐘嘅啫，價錢咧就係1人3歐。落咗船向右行咧，就去到馬耳他其中一個大商場叫 The Point。呢個商場個好處咧就係當你好熱嘅時候咧，可以走入去涼下冷氣。行完商場咧，喺條街附近周圍行咧，俾我哋亂打亂撞揾到呢間 Google 4.9分嘅餐廳。啲食客去到鋪頭咧，職員係問佢有冇 book 位，唔係問佢有幾多位。如果大家去馬耳他，呢間餐廳真係真心推介俾大家。呢3日日日係咁食，真係唔係好掂，所以咧我特登 book 咗一間有 gym 啦，同埋有 swimming pool 嘅酒店。等我用幾秒嘅時間記錄低先。呢個景色係酒店天台 outdoor swimming pool 影出去嘅景色。可惜啦，因為溫度咧始終都係得21度咧，啲水都有啲凍凍地，所以咧喺戶外真係游唔到水。3日2夜就咁就玩完啦，搭早機翻伯明翰。不過咧講翻我今次旅程由伯明翰出發去馬耳他咧，其實係有直航飛機，咁但係咧就要坐廉航咯。貪佢廉航咧可以直飛，但係咧就要一早出發。個好處咧就係早啲到，咁咪早啲開始有得玩咯。3個零鐘飛機之後翻伯明翰咯。